有好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燕。你讲我好爱咧，哎，你哦，最好的时间还记得了啊，就是敬礼啊，智人友，童军啊，哎，右手了。讲正经啦，讲最好的时间还记得嘛？个唱来又记得啦，荡秋千呐，哎，合唱团我就会记得哦，合唱团唱歌的时间大早6点钟就发生。哦，我记得是偏动。打走狗动军会是偏动啊！好啦，打走校长在司令台上演讲，演看了校长好久哦。真经历过，不过你那坏学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我就立正站好。校长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呀？胆小鬼，你是坏学生。我拢讲，你啊高中无穷样诶。哎，用高中18般武艺都爱，不过係唔啲啊，高薪有變喎。譬如講你啊高中愛唱歌誒，愛跳舞，係會演講。不過我會煮菜嘅較少。我講你啊高中係潛當久，談講佢無嘛窮樣，嗱你唔係正經一屆，請你最好。分享不一樣的校長，會料理的校長龐美菊，龐高中。嗨，校長好，校長好，李老師、周老師，你是来，你是校長，指使校長，你是校長嗎？哎，搞笑的校長，哎呦，認真啊！那國小還是國中？國小啦，國小，哎，你用啥提供啊？哎，校長跟你口紅一樣，哎。撅個嘴，可以撅個嘴嗎？校長？哎，這個是客家人的熱情。哎，那蠻有道。因為我們客家人就是好客嘛。哎，他幹人呐，熱情呐，所以會呈現在我們身體的某個部分啊。你冇槍告狀，你不像校長啊，因為當當人嚟講。對。你認真講，起碼喺國社會告狀。喺讀建築人，北部嘅會太平國小。大蘋國小，哎，今年8月之後轉型變到實驗小學咧。實驗小學，喺你嘅公路係冇？你今年高中係冇？啊，然後來一團跟小朋友講話，講一小段30秒就好了。30秒。校長致辭。哦，來，所有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早。好，今天校長跟各位講，我們在表演的時候啊，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是主角，像校長。我是彈吉他的，旁邊會有大姐姐帶動唱。大姐姐，所以大姐姐帶動唱。所以校長在表演的時候，很多人都會以為校長就是主角，其實我是一個伴奏。所以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，要隨時練習。校長時間快到了，而且大哥哥沒有什麼表演哦。講重點哈，我們要練習協助別人完成任務，所以當一個配角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哦，所以校長用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。謝謝校長。今日你有冇來煮菜？太家攏來講你高中同我煮菜。哎呀，今天要顛覆大家對校長的想法。哎，你把它搞裝成一個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唔係呢？哦，你講嘛啥？你講嘛啥？他說你講同時代的校長。你講嘛啥？唔係咪講的哦。所以你講搞裝，他那有習慣啦。對啦。校長也是一張嘴巴要吃飯啦。厲害。國家來做。哎，對對對，國家來。不用放空，不是忘記你自己是校長，好不好？對對對。好好回到做菜。炒。哎，先做乜嘅菜？芹菜炒素乾啦。係咯，芹菜炒花枝我食過啊，炒素乾我唔知哦。嘅叫嚟煮好冇？來試下，來。先嚟煮一下。看，要買個小紹介一下係冇？來。一素乾啦，有咩素乾？講小管。小管。透抽啦，透抽啊，要講啊，小管。誒，過了芹菜。芹菜一聽開啊，客家人最愛食芹菜。客家小炒埋落。哦，過了辣椒啊。呢一種辣椒唔會辣啦嚇，太挑嘅是講梗係。唔會辣食過。全偏辣。一直起步。唔會辣，呢一種係乜嘅？配色龍嘅，配色啦嚇，因為是白色配紅色配綠色，就漂亮嚇。過了客家菜是要蒜頭。哦，蒜頭。誒，豬油。
猪油一斤，冬春同解。哦，还有两蒜头、猪油，两乜嘅？香油。有人讲，你看你自家带来。这家乡的味道。秘密，家乡的味道。皮下有冇卡喺那邊啊？啲竹東火車頭旁邊。既然按你講啊，做喺香港一定有故事，我們 TVB 做了出出來咯。你啊哈，因為哈，我哋講故事啊哈。走得，開始。我喺讀大學計下，啊，我係讀彰化師範大學。彰化師範大學，人家說這個人不輕狂枉少年嘛，但是聽我爸講，我去奧多拜下去。哎呦，主動去到中法，中法4點鐘。哇！哦，然後咧？然後咧，我轉過看，但因為很遠，要騎車哈，去奧多拜轉來嘛，所以計下差唔多一張也轉到200。哦，大拜轉去？去4點鐘嘛哈。轉去做20啦。差唔多4點轉到4點轉去7點咧8點咧。我特擺咗去到我要好彩，圈菜炒花枝。我家下唔知哦，家頭要特擺轉來哈，睇好似啊好似要越擺啊，我冇聽嗌咩講，我就轉去，所以還是即刻去到擺轉咧。轉到我看發現哦，我爸還沒動條。點什麼是主料？不過菜當清淡。是飯酥。當簡單啦，所以講實體三菜係怕病咧，點解要嚟要拿來食啦？哦。意思啲，哎呀，阿妹應該係味道即刻嚟嘅，阿爸轉來貼片去準備㗎。我想講做到對啲影響動詞，阿妹㗎，來，我先處理啲手工。沒辦法，手工係。好來。普通啲哈，因為我當年都主動教啦哈。你自家節目係咪煮？常常嘅時真腳走去剁開機啊！我剁開機。你看見拿刀嘅正經要做。要做哦，也係味道人節目啲啊啲。沒有，你講你。哇，到手練咯。因為你時常賣哈，你要當店鋪咧，他們會殺好啊，切塊。你時常一家係時常賣。哦，你自己買呀？要切塊啦哈。為什麼我側面看到很像林龍璇啊？正經哈，我要按 voice 好咯哈。哎呦，因為正經要點樣做哈？佢後尾哇，一片花哦，正經攞啊。咩講假啊？樹腳一夾哦。咩啊？實實啦，你係盤子更多咧。哇，你客家就叫黏泥哦，斜切啊。像不像？咩？像不像3分一樣啊？冇差條。燒酒冇到多好重要啊！你企到頭前，你企到頭前係咪吃咗你百貨公司快點賣刀具？我正想講高中，你唔從聽高中嘅。哎呦，像不像3分一樣？你係冇切湯聽嚟啊？燒棒棒嘅時候咧，切的時候咧啊！你係拳菜啦嚇，咁我托殼嘛，我燙嘅嚇，因為託殼咧。切下，等下湯嘛，我湯啊，應該水咪煮啊，煮水，好啦，煮燒水啊。你講到你喺圈上，我就小飯呢。係啦，就係我大學同學啊，感應也是這咯，我小息同學輔也是叫，你們知道嗎？芹菜啊，我不知道是吃哪裡耶。啊？我嘅干用哦，賣什麼？見到你嘅入去頭下來，吃葉子嘛？頭下係我炒下去哦。結果炒出來就睇食盤，點叫習慣用眼食盤，跟光全部掉出嚟嘅。因為地上把西雜不啦，他感應都地啦。對啊，我說奇怪，怎麼也沒看過豬走路啊？船體不都拍過啦哈？你要不用嘛？唔怕，不用調味啊。拍過好香。係拍過下香哈。那這位，他叫啦。哎，龍講。你阿細年沒強養，好嘛？莹莹，當然啊，因為少子化嘛，那高中低嘛，你阿少子化。當然哦，細時間，媽媽爸爸水果都切得好好，就等於唔啲巴力上要買去。真嘅，巴怎麼會有籽？因為佢細都脂肪。巴力太離譜了。真的，你把蹄條上都輸到。我老公係唔啲枇杷有籽啦，巴力唔啲有籽。真嘅啊，你看你阿巴力咩籽白踢，切到一堆。普通哎呀，不卡就自家煮哈，泡面冇用這個廚餘。可以啦，你冇嗰陣就不用拿去咧。拍攝啊！校長都講，冇廚餘哈，冇廚餘桶啊，廚餘又能去回收啦。係係啦，攞嚟講什麼？要切薑絲啊！嗰種咩係骨架哦？骨架，哎呦，那你做下醬，你好香啊！你應該做自家不卡啊！我用自豪，客家你就係用真緊啊！前天大家講哈，你不卡做菜，淨係廚餘啊，廚餘回收啦，機會教育啊！錯，一定係啦。
要用猪油。用包係用豬油呢？豬油好香啊！高中本來當競爭，那落山。你雖然講法哦當強鬆，不過佢有一種威嚴在裡面。哦，拍攝。我要什麼馬上送到。因為哈，做搞裝哈，就剛要帶的團隊啊，哈，要帶團隊，有時候就是要有一點點，對，那個咪絲啊，一個梅頭啦。哦，我哋冇訂下幾隻，好，點咩？冇訂幾隻班，要訂兩隻班，訂到難哦。按照你來聽，同冇？走水很高啊，團隊裡面工作就是，如果是平行的事情啊，啊，這個是還好，平行的事情，因為不會耽誤別人時間。如果是接着做那種，一定要優先，沒有耽誤拍攝。哇，平行都出來。你要注重印證哦，那種講平行看高一。走得走啊，水滾咧就平行哦，拳吹無通哦，你就完蛋咯。對，四方哈。好，那乜嘅？那白乜嘅？白蒜條係嘛？冇，姜麻係先。啊，姜麻先白香啊。應該呢火會白。來，弄白哈。校長來，有事弟子夫妻啦。唔係先。好，啊白咯，嘅香梅出來。香梅出來，係啲你係手棍嘅吼，撈姜麻同合。做得同那個切。做得通，你係湯，一開水開始滾咗咧。好，用水滾就到得咧，係嗎？好，咪洗出來啊，幹嘛嘅？嗰料是蒜頭。蒜頭，我好食辣椒。辣椒我嗰陣，我哋鉗，因為海鮮用嘅。你講你好夠幾多？呢你下次8.14噻。要包含偏向哦，哦偏向，要包含老師啊、行政人員嘛？冇學生啊，114。哦，咁多，算咁多。我哋15年前哈，最少到28噻，強學校會收咗咧。哦，後來做到呢8噻咧。萬年出去個實驗小學。誒，做得嚟嗬，高中做得嚟。做得嚟，生意哦。水利嘅。誒，然後啲就要辣啊嚇，嘅蒜頭啊，比較香。比較必要。唔過蒜頭有幾條，比較強調喺出貨嚟做咩夫婦。我夫婦係哦。就是冇限咯，一下是苦嘅。沒有。好，接下來呢？用你啊。好，用你做的。轉太火。好，轉太火。轉太火啲啦嚇。係。手乾咗落去，炒一下。哇！他們倆嗓子吃到，媽，我回來了。你要看火嗰個小。哎呦！小炒翻炒。哎呦！你冇聽過料板應該聽我講，要拉一下手咧，簡單嘅事情哈。啊，要炒到時候咧啦，開太火啲啦嚇。因為大火快炒，好，啲唔是炒太久哦，哈，嚇，所以嘅圈台落去，好，有事弟子夫妻啦，幹嘛學我？係唔好卡，要銀河要成日當雜咧，我要醃，醃下，嚟，可以啊，就醃啊，嗱，醃要高級噃，哦，你強雜咧，可以啊，冇。你剛才講哪去了？阿婆以前炒啲拳菜時節哈，如果講鹹菜冇嘛是入，古所講變下鹹一啲咧，係炒，差唔多咧嚇。好，差唔多。跟住自家煮嘅時間，要煮吧沒什麼。等間喺魚頭才要煮個，你唔敢係冇？關公面前耍大刀，快關小。好，加龍辣椒，辣椒我用來配色啦，哈，沒醃用啊，好配色。果料你也蜜酒了，炝一下鍋。對。好，你酒做的去一點腥味。對，看這都台式的呀。哎呀，提甜味。香油啲啲的時候。啲啲錯哈，本地食香嘅油亮哈。甜香哈。好，很水火啲的。好，水火。差不多要起鍋了。好，起鍋。給負責粉加一點。胡椒粉。哎呦，你這個帶來胡椒。對，有點那個外國餐廳的感覺。哇，哎，又煞皮感黏哦。對啦哈，你想哈，好。有。啊，你好喂啊。哎，有，你要拍那把出鍋，你要拍。哦，有，拍攝哈。那再下醬嚟啦，好嗎？要醬嘛，搞咗。凍醬。啊，甘水下混土嘛，哦，做得啦。好，來起鍋啦。家常菜啊，芹菜炒穩過呢，雪一包。一天，係咁講，木卡出係用你一盤菜唔出嚟食凍豆飯。哎呦，你阿3倍量咧，喺自家先冇人多。誒係強哦，做得啦，嚟，你掉嚟。嚟，農睇下講，兩套菜人都乜㗎？青菜炒傻乾。嚟，傾下嚟先，傾下嚟先。
啱嘢做法是講住劈一劈剝下來啦。第二是好特殊啦，嗰種茶呀嚇，因為要不一樣的口感。因為一般喺做起時講，哎呀，我哋煮飯館煮菜啊，炒啲套菜，不阿爸咩事啊？你咪講做咩用茶？我們阿爸嘛哦，唔得咯。開始落廚房嘛嚇，我自己煮用茶，煮好以後哈，我爸是講哦，當好事啦。爸爸的愛哦，有時候很難說出口，借着這個高麗菜肯定你對你的愛，那是很感恩的回憶哈。哦，這在內食啦，唔是客氣哈。好，加落誒，我喺國家吼，咩遐尼嘅夾嚟食。Q 彈。我識到同鄉，以前我喺政府開以前啊，還蠻多靠，你做批做的菜米是，還有糖豆麼解，糖豆媽媽啲鹹米，阿婆啲鹹米，是盤嚟啊。哎，你有真有做到那種家常媽媽的米是，大家老豆講，你先湯涼，係湯過啊。我講講湯個湯熟冇呢？嘟好，燒水燙下個頭咧，它是要斜斜嘅，梗係生哦。誒，對對，你做乜唔敢做伴人媽媽食？要機會啦嚇，因為嗌咩嚇煮嘅當好先，喺轉移嚇希望識嗌咩煮嘅，所以冇機會。誒，我知冇哦，我知道啊，媽媽某一天要講煮咗好食呀，好食，佢愛食係你煮嘅。佢天你看電視，唔啲阿叔答應我，我媽媽講，我媽媽專去煮本食。好，阿妹，我轉移煮本一些。你想到你煮了，你家啲煮了菜時間，你想乜嘅？我哋係上個菜為燒焦膜啊。出體量，僅僅係想到阿妹跳擺哈，你會想到那個一個人的身影啊，因為爸爸開計程車在忙嘛，常常不在家，媽媽一個人的身影在廚房，咔煮菜，就是等兒子回來。不管幾夜都要起，都會專心食。哎，對。我覺得這個那是一個努力的動力。我跟你講，你食這件事係會滇木子。對，所以這個是媽媽的味道。跟講媽媽的味道，跟爸爸有味道嗎？爸爸的味道就是下一道菜。所以結果來看，下一道菜有同爸爸的故事，當上去甜，有當上去食到。幾時下乜嘅菜？香菇豆腐絲高麗菜。我只看啊。香菇魚香玻璃菜，我剛剛提講哦，豆腐魚嘛，豆腐絲，嘿，豆腐魚哈，當厲害哦，有沒有想到這有一種好像不也不是客家常會用到的，譬如講你吃泰國菜時間，有種多啊，一般玻璃菜都清炒啊，或者是頂多就是加個香菇蒜頭，還有蝦米，就啲，聽白椒，因為我自己是蝦米為過敏。所以我要改進睇咧。哦，所以用豆腐魚，過了我嘅座右銘係苟日新，日新又日新，再創新。我們一直很新，是的，所以你用個性改菜料啦。南北哈，梗瓦沙米啦，吃慣嘛，冇爭。哦，這是告狀，攏配啥無強的地方。姑所講其真係告狀。實驗小學要有創意嘛，係嘛？突破框架，突破框架之前來看一下準備乜嘅。玻璃菜、高麗菜，嗰啲豆腐絲、蒜頭米啦，嗰啲豬椒，客家以前有兩種，嚇，米椒，嗰啲朝天椒。好辣哦！真係每度係炒天椒，感動應該上映咧。告狀真係喺告狀誒，我剛剛想講嘅青菜講啊，佢一天冇準備。總真啊！從哪來咧？教育是服務業啊，10年樹木，100年樹木，真的，我們一起走下去。讓步，兩個重狀起床，抬起床賣㗎，抬起床賣㗎，然後當自己啊，那當盤哦，當市場講好哦。好，開始開始哈。玻璃菜，普通人係對半泡嘛，啱嘢做法是講啲劈一劈剝下來啦。阿婆咩嚟做咧？叫一劈剝啦，剝好久啦嚇。用你用白hình毛。因為啊，你講切對半，你講一開始切到那種細半，然後很容易那裡面的菜就乾掉。對，會糟的。那你切吼，其實當好，你知道薄起來，不用白切，就唔會按掉白的。錯啦，糟的啦，新片熟的啦，4、5片一餐就夠。好啊，一餐嘛。香嘅哈。好來，
好，你要是好特殊的那种茶呀哈，因为要不一样的口感，然后湿的。你还做真件係弄人家搞嘅，因為冇大到刀我也先知。點樣做誒？我老被大家講，前期冇刀用茶手，你按你口感不一樣啊。你講，你講，沒有，我挑戰堂到高中細聲講，我哋頭出有故事。因為哈，今日講到呢辦一轉個卡哈，冇聽阿爸阿妹講，轉而家盤菜是當簡單嘅，是當減痛啊哈，因為阿爸阿妹會到即刻嚟咗轉來，做唔一道菜。後來呢，我睇後都冇同居嘛哈，同居還是學煮菜啊，因為擺喺轉時講，哎呀，我哋煮盤本煮菜啊，炒啲泡菜，佢阿爸阿妹學啊，所以而家開始講，哎，我哋炒高麗菜。哦，你做炒高麗菜。嗰時聽阿妹講哦，嘅高麗菜而家用茶嘅啦嚇，阿妹講，阿妹講做咩用茶？我們阿爸媽哦，唔得咯。哎呦，買啲。應該講以前啊，爸爸在客家村是當委員嘅，然後食飯啊，你食飯做唔得亂講法，做唔得簡單啊，做唔得簡單，做唔得亂講法，一聽嘈爭。係啦，香菇條啊，好，你係調嗰種木頭，大手，嗰種食唔會做唔得頭，加精神，加精神。我哋因為強盤嚇，唔係熟還是切片，切片。好，姑嫂講，阿妹講，誒。做唔到用菜，阿爸嘅貓。還有結果咧？結果用完。開始落廚房嘛哈，開始自己煮用菜，炒出來。唔就自己用菜，自己炒。哦，你很叛逆哦。煮好以後哈，我爸是講我當好事啦。明君煮嘅啱愛哈。肯定。你計嚟啊，睇你有小煮菜咯哈。哎呦，全部都你香哦。還有原來哈，差別待遇在哈，爸爸愛兒子。哎呦，好感動！而且爸爸的愛哦，有時候很難說出口。對，你出口啊，就是借着這個高麗菜，對，肯定你對你的愛。所以我對孩子啊，對小朋友也是一樣，不管怎麼樣都說你好棒，但是哪裡可以稍微調啊？不要你這樣不對，錯誤我們要正向一點。錯，來，英開放，好，哎呀，內否手啊？好。蔬菜，因為我真想很想叫，所以我一般哈吃飯前，只要我煮到這一道菜，吃飯前，不是餐巾紙，不是擦嘴巴，擦眼淚，太感動了啊！想到來到都講黑影片啊，跳爛的，來先問準備哦，放口袋啊。真的，這就是一個人他那夜深人靜，然後當校長壓力又很大，啊，你煮完這道菜坐下來就會想到阿爸對你的愛。我等下啊，太感動了。好了，就到這樣了。神助菜。唔過我高中做出這件咩當傳統客家嘢，當實數嘅先見到。因為啲家人啊，啲不卡自己煮自己食啦。真係。等家事情當幾百回事啊，好搞嘛事情的處理。開玩笑啊！天師婆嘴，你高中啲啊。抱怨冇啦，冇正經啊！冇啦，正經嘅事情當多，全部搞中原真哈，現在嘛窮人，係相信，因為教育啊唔係一三年嘅事情，係幾隻學校，係幾隻家庭，幾隻社會嘅事情。係啊，你話逼下，好順條嘅項目啦。因為這位老師要教題哈，係火燒單位負體啦，要項目出來。要咯，香菇係叫我食椒，所以做咩炒香菇啦？叫椒我食香腸。香菇咩別個？你坦白講，香菇一定要煸一下。不過你那種上香菇哈，鮮甜嘛哈，添造香菇，冇強浪香味啦哈。你看你一下下椒做香腸，普通還是問到放個旁邊去啦。哦，揾椒出來啊，冇一下哈。因為香菇會做椒啦，係啦，咁一點解會好炸？冇炸啦，食得啦。普通嘅煮下好哈，菜上盤以後掉上汁。落嗰條蛇好，但開始食飯。係，一聽啊，就是我看猛等下我看到哦，安尼拉拉撒撒，要亂七八糟，像打過仗一樣，你沒想到。豬肉係哈，食飽盤哈，爛，跟住下變夾串魚。哎，你懂肉身好高。正經啊。好，而家過去再變下魚啊。上海轉太火啲啦。轉太火。好，來。香菇內有米絲出來，有香梅嚟啦嚇，因為咧放個咩廣東菜啊，你是小。跟大家不用點水嘛，來啦啊，來弄裝水哈。不用咁多嘅，嗰時不用下川煮啊。我們會放個蓋。水看能幾多啊？加一點。好了，再一點點。老張拼雙溪啊。
係前幾日間已經煮咗些些，你以為煮幾多隻菜？兩隻菜。兩樣菜。誒，兩樣菜。兩樣菜是當好咧。哦，兩樣差唔多。上海全部客人啊，阿妹都煮兩樣菜，那是當放牌咧。普通係煙黑咯，又唔係煮。係啊係啊。阿妹係即刻留嘢做咗成樣煮，所以啊，當咁講。誒，既然係記得這樣是轉去啊，就這個特特轉去，看到爸爸媽媽啲什麼嘅菜，你還記得嗎？應該是。我沒有不想去記它，因為那是很感恩的回憶哈。我怕記得之後會一直在我腦海裡面回想，然後會掉眼淚。哎，但是我一直記得那個感覺，就是父母親為了自己小孩把最好的端出來。哎，緊緊了哈，哎，有稍微燜一下就好了，相信我燒。生油，好的。哦，要翻一下。哇，因為一定會燒焦。因為冇個調色啊，冇個調色，發扁啲啦。米酒不用，炝一下鍋哈。對對對，哎，米酒冇動了，冇動。然後我會把豆腐乳，好，豆腐乳不用啦，我一下就不用落來。哎，不用落去，然後把鴨，鴨係啊，對對對對，黑胡椒，鴨，哦，壓一下哦，不是鹽了哦。對對對，因為它這個有時候會黏，有沒有？它的鍋腸會黏。一點水嘛，一點水嘛。啊，這個一點點，一點點。大師的建議哈，一點點。好，來，刮它油了哈。好。嚟，做得啦，做得哈。你看，有啊，有感覺出來咯。香味哈，咁個火條拉起來，要啲啲的燒焦啊哈。普通還是蠻多啦哈。等下給它出水，ram啲啲的哈。好。ram多啲的。一啲啲啲的係啦。其實溜菜菜是那些嘛，有香味。有香味哈。呢啲有鹹冇？有鹹，豆腐乳有鹹味啦，做得啦。哎，應該是差不多嘞哈。你也不是講呀，秘密武器呀。來，香菇豆腐乳高麗菜。哎，這個就叫感恩的味道。哎，感恩的。對，好。啊，你好嘅哈，試過，哎呦，一夾個哈。哦，當夾個，10盤哈，10分鐘至炒好咧，就夾咩雞，火燒辣狂油呀，冇變狂油。冇啦，那有。唔可以當夾。得啦哈，太可愛了吧？好，來。得嘞嘛，來吃飯嘍！他剛講你什麼雞？香菇豆腐乳高麗菜，感恩的味道，感恩一下。有啊，你馬上做誒？因為咁家婆做啊，全家直播。真嘅呢。嗰啲菜乾嗬，唔用怕氣。你喺面水分可以炒一炒，你喺炒冇炒水出來軟嗬，上面個水，糖好嘅啲好嘅。哦，不用了味啦，怕熱時節啦，一定會燙到有乜解啥？燙下，等下有特技表演嘅。哎呦，來咯，好來，哎呦，掌聲鼓勵鼓勵。嘅我是教授，人講嗌啲個卡，喺全部卡一定有啲高麗菜，唔講嗌冇食過炒豆腐嘢。哎，這是創新的味道，繼續看哈。唔知講有一種人，你可能行到路行，你唔可以記得佢，你也唔可以講吧。唔過佢做嘅事情可能係扶人家過馬路。也係講人哋類似的，做一件小小的好事，但是它是偉大的。是的，那種菜就不能按你講哦，那常常看得到，嗰種對，世界因它又不一樣。嘿，就像人家講，那只有爸爸當重要。你講爸爸上班都會子女，爸爸咧哈，爸爸已經在天堂看我們吃飯了。啊，爸爸食過當到拜你煮嘅嘛？但是煮一白天。做一拜，因為冇機會做爸爸食。唔過佢一拜仲重要，技術量唔夠。
人家不管做幾多遍，你同爸爸講下，講下麻煩嘛。阿爸，當時夢伊按認真啊，按大表聽喺度熟睇啊，本來卡頭高裝，我遲到當緊 M， 是啊。爸爸其實一天也當叫我，自家要一隻高裝緊來了。係，我們兩個要相擁而泣。是夢伊啦？唔係，要同爸爸講唔係愛兒講喎。一天唔成，爸爸你講邊頭講？係啊，講一遍啊，之後爸爸你用爸爸講。哦，阿爸，我非常愛你。當好。一天要談到嗬，冇人講。你有一個主廚點樣道理哈？主廚上菜了，錯，下來。我用了吹啊夢子。哎呦，用咩介紹？下來介紹一位。來，18。做爸爸嘅人。哎呦，佢下來煮，佢嘅梅頭，好唔好？好啊。歡迎你嘅盧準備。台式廚房。要知道奇怪冇到，你節目特別驕子啊，送埋羅媽媽嚟啊驕子，你一教仲嚟驕子，是到強大嘅啊，強好聲咧。根本嘢你想到講，特殊嘅時節啦，又係講細嘅時節，你啲屋卡又係啲學教師講嘛好些東，你啲屋卡有特別印象深嘅料理嘛？其實有動物下是到很簡單，所以用嘅像到炒菜啊、煎卵啊，其實因為到下來你想你放出來嘅煎卵啊，你話煮菜一定沒有故事。有啊，講一下喎，先講一下。你係我要用嘅高麗菜乾來煎卵。哎呦，你話攏馬晒有關係。其實攏喺阿公家婆有關係。不然你就講啲生產季嘅，你大家高麗菜去從喺對啊個教堂嗰種嘅方式，好，然後一地啊，切咧薄下來啊，未到熱耐曬。洗走來，見到嘅乾啲咪做成泡菜咁樣。真件嗬，講你打開來，唔但將批到嘅米絲，一上到以前加工加破嘅感覺，好冇？結果嚟做咯。我這個叫，我真係叫死。你可能搶好先咪呀？後來做乜嘅菜？高麗菜乾煎卵。哦，來啦！高麗菜乾煎卵，高麗菜乾來煎卵。我一下就看到高麗菜乾，唔過先介紹一下啦，嗬。呢度開始介紹一下特別愛用嘅材料。材料係蔥啊、紅菜頭、卵、要下邊嘅高麗菜乾，佢係要先浸過水咧。浸過水，我諗講，看呢乾嘅嗬。不得了啊！看啊，名下名下古董哦，名下名下名下無價之寶嘅感覺哦。能量。我講咧，改嘢看人就要衰咯，衰輸咯。要啊，你馬啥做啊？因為阿公家婆做嘅。阿公家婆做。你全家之寶咧。嗰啲出個做唔得出隻事。凍燒嘅，因為凍燒太好，因為長漢應該你會浸跳下了，跳到應該你要先浸水，要浸過水咧。浸水，要浸過水咧。浸過水，曬一強啊食睇，就像泡菜啊，像泡菜啊，當香啊，當香。哦，係香哦。我講你買排骨。你轉去燉就當好食咧，普通就當好食咧。好啦，開始做哈。先到咧吼，高麗菜乾，成個切的。應該你高麗菜乾嚟曬些，是用包嘅添。就像加夠鐘嘛，皮薄下來。當時因為好太定嘅意思，然後就成個切的哈，切油來。好，切的彎嘅，所以那個切的。你懂排泄呢？你吹一啲啲，係哪人倒出來？唔怕，市場喺度不太感覺咯。愛食，唔驚意思，而且咧，風菜睇到切啲要排泄咧，排泄用嘅嚇。像我家一般嚟講，你做嘅煮湯，未做。也煎卵，很最做嘛炒肉。其實做炒牛噶，吼，你都要穿做的。做譬如講像瓜子肉，你做肉鹽咗。未做得啦，是意思像嗰啲講嘅泡菜啊，你都要。泡菜意思出嘅啦，係用高麗菜乾。有時做高麗菜乾冇？
冇呢，唔是食过。真嘅咯，我你才干啦。係啊，喺都係生炒後手食走哦嘅。跟加工家婆行出來嘛，啲人冇出嚟，係冇出嚟。哦，跟有係咧有用加工家婆相處過咩？嗬。係啊，睇下蛇先上到呢個叫牙那個土台啦。哦，跟啲啊菜咩？你食過加工家婆煮嘅咯？係啊，挑白春叫做煮啱食啦，蛇咩事哦？好，咁攞嗰啲卵，好，大卵嗬。 一般嚟講，嗯像人當考試，台灣人考試卵嘅嗬。你講卵啊大，就變下大條嘅，嗬。卵嘅先咧，膠啊，應該要鹹啦，嗬，唔是這個變埋個鹽啊嘅條。應該全梅頭就個變啲啲，但應該唔會變啲啲咧。條腰炒為主，就等下炒哦，都係變條魚啊，跟住先準備。好，然後卵色小狗膠嘅時候咧，等下因為先變一啲啲嘅腰，好，一啲啲嘅腰，好，然後呢個先下邊泡過水嘛，腰先處理過咧，好，泡過水，香香炒必香，係，我先嚟炒香嚟。 好，你風柴條盤色嚟咪先嚟炒。其實防水條係油，係知道咩？一紅一香。誒，其實係當簡單嗬，點個近嚟做？係啊，對咯。要幾時人哋搞個搞種？校長在旁邊看，平常時搞種啲打分數。相信搞真係 key 到搞種，條線立正。嗱，所以炒下叫底下香。我啲菜乾嗬，唔用蝦兒，係哦，炒過。比炒叫底好咧，因為嚟香港嘅防水條，所以較熟啲嘅嗬。嘅炒叫底會好嘅，我看香味會較出來嘛，唔係嘛？之前唔係呢誒叫我等下咪炒好啦，炒好啦。係。要。但係之前咪。因為嗰啲菜乾嗬，喺炒嘅時間會比嗰啲炒菜脯啊，嗬，炒咧都鋪菜啊，所以會好焦啲。嗰啲菜乾咧，因為水分咪好多啲啲啊。炒啲汁。我所講做高麗菜乾，咩係一種很難嘅技術，因為高麗菜有水，係曬先嘅好焦哦。哦。因為你話到啲細乾咧，咁個其實啲煮下去水分係當多。你喺面水分愛炒必走，你喺炒冇走水出來嫩嗬，少啲個水。哦，係水嘅。好差唔多有香味嘅嗬。小狗一樣擦擦煙啊，要擦嘅。擦擦。師傅係問哦，唔看你嘅下邊係扁嘅，有一種係黑縫黑盆，蝦米。對，那個是不一樣。冇強調伊誒阿邊啲好要。所以呢個佢呢個做呢係菜嘅即係特色。佢用嘅種做得嘛，譬如講係切到碎，唔是規則。上次是嗰種呢啲炒咧，講嘅煎卵啊，於是咧會好硬先。好，就產到樣嘢要擦擦啊，加葱嘅，變下魚，葱嘅花，哦，我變下魚。好，好，樣做啲乾泡咧，嚇，乾泡咧，係，洋葱嘅強熟會變色，係是咁嘅。哦，嗰啲魚丸炒過，佢又料。你葱啊，係炒過要處理過要燒過，梅頭但係係加葱油，葱油咪蒸出來啊。梗係梅頭斬嘅，這麼哇，按你做東江嘅，哦，又來了，嗱，好食啦，真係不用諗，做得。幾沙嚟喏？啱就到呢啲係嚇炒好嘅料嘅，不用料味來。係，按啲白來。難怪唔愛滾火，見火唔驚講，等下踢少落去卵踢熟。哦，光開就得啦，嚇。你唔是這個調味嘅嚇，嗰時頂下嗰啲又變咗一胡椒粉啊，就幫你好香咧。好，啊不用胡椒粉啊，係一啲啲調油。啊胡椒粉嗬，係胡椒粉一啲啲。胡味做得嘛？做得。很甜還是甜咯？好甜咧，做得咧，好。調油。煎卵哦，依家秘密是到呢度。啊真嘅咯，調油用下魚，因為要色，好加上色，然後發覺咧一調油嘅梅頭當標，調油味當重要，就是食油係冇重要嘅。你可能就加一啲啲甜咧。一啲啲就好咧。好，準備好啦，好。好，我哋咩寫嘅？這個油下去。哦，油係加掉啦嘛。誒，油加掉，已經差唔多。
差不多的吼。你来煎落时是，吼，包括一定会烧，吼油，吼一定会辣。下伊的时节吼，一定会糖豆油。油嘛干啥？糖油。哦，油嘞，爱糖豆嘞，哔上吼。哦，咁香拌开来。嘿。用醋精而當係冇俾佢破起來係冇？係，冇咁破起來，啊，係攞嘅家係高麗菜乾來，係弄香來。哦，咁我入片下太地，喺入片樹起來用冇高麗菜乾，係，咁得片先。一火按做劍起嚟啊！射火啊！射火係拆來。哦，夠鐘點解好個？哎呦，合起來啊！一般来讲吼，像妈妈你要卡煮东西，特别煮软。妈咪唔是讲，哎，不用的东西虽然讲有熟，哎用白眼张看说，哎做了边面嘛，也讲哎做了鱼肉嘛。其實啊，特別看下你講順條嘅，然後睇下你個太火、射火，是因為講兩面人頭冇背學熟到地位嘅，所以嗌你凍on啊，做得係慢火，哦，係十個女唔嗌你講。十個繞嘅，學天通下看咧，蛋糕咧蛋液要熟麼？係十個半斤好熟掉啦，十個生樣嘅，哦，慢慢都講嘅，婷婷，你好見一下，等下有特技表演咧。哎呦，特技表演哦，背起來啊！等下兩個背起來。喺講肥，喺講細細講特技，編起水來咯，你有什麼音樂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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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是清朝末年的音乐。对，我都很听的歌，还是清朝末年的。跳款呀！这样啊，很强哦。得了，好，來咯，來來。哎呦，掌聲鼓勵。啊，很強哦。我見到樣嘢擦樣嘢，亂彈會好雪，咁會跳。好。哎，跟嚟啲咯。喺講正經喺唔啲嘅花，唔做得看嘅輪扁扁順順，有一點點嘅擦擦嘅，就差唔多真係。推介呢個500以前出面跳看下，看下春跳，哦，一定因為火候慢，因為凍on咧會好要食，所以春跳係要食了，凍on一定要食咧，所以呢個你係講細火嘛？係細火，反正就個 heat 一下，heat 嘅暖後，讓嗰啲按多陣暖好拌，所以你成個煎一下，等下是大火下熱嘅，冇俾佢擦，你俾佢來暖樣嘅。好，差唔多咧，差唔多嘅哈。好，大家呢家係一小技巧，上次講嗰啲地凍嘅暖啊，我啲咪凍咯，啲水少少，哦，快嗰樣嘢，凍下熱，凍下熱，好放入來，係啲摸熟個啲咪要蛋液，佢就會高度啲脆啲啦，所以後風飯。做下熱，吼，拉熱來，拉暖春要熟，吼，冇高度啲蛋液，吼，冇高度蛋液咧。佢係啲地上啊，嗰時會高度樣雪雪樣要蛋液，吼。誒，你係講好方法咯，媽媽好起來冇？你一凍那邊凍水盆咧，凍得凍水泡嘅，都凍咯，喺度。哎呦，怎麼？好棒哦！心中的太陽。哎。好，你師傅，你現在先擺盤一下哈。你還冇該？辣椒。那這位是烤灶嘞。那這是細的烤灶嘞。另外被我說中了吧？後羿要來射日。哇，漂亮。我師傅做的擺下，哇，你要發喺冇該發，你要冇卡門前。門前跳雜落嚟發。阿婆中該發。很強啊！校長有漂亮嗎？好，好嘞哈，來掉起來，好美來哦，龍太甲講，你做的係乜嘅？高麗菜乾煎卵，用下來先。
高丽菜干吼，就像係一轉木卡嘅時節，行到最熟悉嘅路，你木沙沙嘅你都知道啊，係用把型轉彎，會轉到木卡。高麗菜乾簡單啊！試試看啦。食到了高麗菜乾吼，就像係一轉木卡嘅時節，行到最熟悉嘅路，你木沙沙嘅你都知道啊，係用把型轉彎，會轉到木卡。還有當多嘅東西，譬如講蔥嘅也好，風吹條也好，有陣時就會想講，哇，當初木卡人大手都定嚟，爸爸媽媽啊刷白。雖然你係最簡單嘅菜哦，不過唔係講木卡一太做嘅菜，10度、12度，你係套出做唔得食。係，這種感覺就是佢雖然係真嘅係最普通嘅菜，做俾人講，不過佢最內嘅感情。係啊，真嘅就是開始，安尼高中雖然當發條，大部分你當歡樂嘅氣氛，不過幾個菜嘅故事，大部分安尼嘅係人生嘅姊妹。下來阿邊講真緊當厲害，你用你家婆嘅玻璃菜乾，做出很浪漫嘅一隻料理，不然你來輕鬆。係啊，意思誒講咧，做東西是簡單，東西來做咧嗰啲最衝10度嘅梅頭是冇簡單哦。哎，嚟當時我問高中咧，你一開始有想到講要做高中冇？唔是想過，唔是想過。我說木卡人當強，木卡人都識人嘅，好爸爸也好，媽媽也好，雖然爸爸也冇菜，加龍爸爸講法，係龍媽媽講法，龍媽講法。阿妹，我定義從細吼，向我條當辛苦，不過咧，人生就像了一隻亂穹浪，人界有一隻缺口啊，哦，安尼某一款缺口，看安尼大家鄉下打別人嘅家庭來講吼，安尼規木卡人都係當幸福嘅一家人。阿妹，希望你從細安辛苦聽喺呢個學態。我哋應該唔係最聰明嘅，不過我係最認真嘅，所以根本應該做到高中。非常希望你聽喺度土豆安泰安辛苦，我愛你。媽媽，你啊，平常當教我看你，做得啦哈。你喏，阿邊個搭擺來都少少，帶來嘅東西少種要當你會情感。係啊，所以講家公家婆冇菜，不過佢哋最開本，要細家公家婆帶睇。係啊，啲家公家婆菜你哋講乜計？我這題是到佢主本愛寫嘅東西啊。我希望有機會吼，從好事嚟咧，上年本意要食看看。哎呦，木煮都瘋嘅，哎呦！什麼太難，佢俾你嚟做飯食起來，嚟吃到嚟食咧，真嘅唔單止係菜，真嘅食到係太家嘅故事，人生嘅秘密，人生嘅秘密，有陣時唔是整物嘅，整物嘅你冇。真是兩輪，什麼味哦？他把這個帶來好教、好感通嘅故事，譬如講好教嘅故事，成功嘅味哦，好教嘅專興嘅哈，實驗小學，還有你啊，他把這個帶來很感通人嘅料理，好，冇問題。你不要再哭了，沒有，我有忍住，是不是在想媽媽？好嘞，鄉親朋友啊，香港有陣時最簡單嘅事情，最簡單嘅菜，佢包含嘅係最內嘅感情。有陣時天冇注意嘅事情，佢最會感通。記得咯，食每一口料理嘅時節，相當每一隻木卡人對你嘅關心，對你嘅愛，係一隻味最感通嘅料理，出啲家家又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上來了。非常希望你客家電視台家家有好食呢個節目啊，基本嘢帶來2隻家常菜。不過了菜底部要愛對阿爸阿妹嘅感情，呢個想法就係讓人平常又辛苦啊，簡單嘅菜又冇強烈嘅感情。希望你客家人我哋團結起來，強下啲菜底部，簽咗你對客家嘅情感啊，強下來打拼，為到很好嘅客家世界。希望大家